我都喺度諗緊，好啦，點算呢？如果要罷課嗱，而家暑假，你又唔知學校，你嘅子女嗰間學校其實係咩態度啊？其他家長又係咪真係會一齊罷課呢？咁如果淨係得幾個小朋友唔返學嘅，咁會唔會俾人當曠課呢？可能而家好多人擔心緊呢啲問題嘅。第一咧，你要做到咁大型嘅社會行動咧，你一定要攞嗰個民意基礎啊，即係個 mandate 啊，所謂嗰個。咁所以咧，黃之鋒係做得好嘅，即係佢呢個計劃係做得唔錯，就係我要仲有1個月嘅時間，佢唔會等到1個月後開學嘅時候先再同啲家長傾。佢首先就喺社會各階層或者各地點度咧宣揚佢哋自己嗰個論調同埋嗰個論述先，令到大部分嘅市民應該明白，要佢哋明白究竟點解佢哋要反對，點解佢哋要有機會可以即係籌備或者係推動呢個罷課呢個行動嚇，個理據喺邊度？我想同啲家長講翻呢，就唔使咁擔心嘅。通常開學呢，第1個禮拜呢就唔係教書，派下簿啊，又早放學啊，玩下咁樣。即係你罷課嗰幾日呢，絕對係唔使擔心咯。如果你真係話照顧唔到佢呢，佢翻到學校唔上堂啊，罷教，佢都係會有人照顧。係啊，冇錯，因為實際上咧，我相信，譬如如果係教協係真係參與罷課嘅話咧，一定老師本身一定會照顧翻學生，只不過係唔上堂嚇，仲好啦，即係即刻。即係可能因為近年大家未接觸過罷課呢樣嘢，所以就有啲驚。所以咧，我就搜尋咗好多資料，準備咧今日講呢個香港嘅罷課史嘅。咁你嚟啦呢個。首先呢。第一單呢，就係1925年嘅五洲慘案。咩嚟㗎？咩嚟嘅呢？多謝 Sandy 姐姐把聲真係可愛啦。五洲慘案呢，係民國時期，哇！25年你都未出世啊？未，哇！冇講到冇冇啊，大佬80幾歲咩真係？就係呢，當時日商即係日本啲商人啦，就喺上海打死咗中國嘅童工啊，咁就引起一啲工人為咗呢件事啦，就而且仲係爭取工人嘅權益而罷工，因為佢哋當時呢，其實所有工人都係俾人恰嘅，即係俾呢啲外國嘅商人嚟到開廠，仲要恰你啊！咁樣仲佢哋罷工嘅時候呢，就俾人非法開除，但係之前呢，都成日俾人虐打嘅喎。點解以前可以做到咁嘅呢？但係呢件事呢，受日本壓力呢，竟然呢，就係用中國係用武警去強迫呢個工人復工。然後呢，青島有學生、民眾、工人罷工罷課示威去聲援佢哋啊！呢一次嘅主要罷課呢，主要呢一次嘅五洲慘案呢，就係反抗外國勢力嘅。結果係點呢？結果就係中日政府勾結、大屠殺、血腥鎮壓、死傷無數。但係基於呢件事係發生喺1925年啦，你知當時。可能你報紙都流傳唔到咁耐，又冇得上網。同埋當年應該都幾亂啊，同埋係大陸啊，係啊，新聞你知實新聞封鎖啊，因為嗰陣時應該係軍閥割據嘅時期啦，同埋應該係未到中日戰爭，但係就已經係去到軍閥割據嘅時候，所以我相信好混亂啊！資訊本身流通得唔係好好嚇。係啊，所以咧，即係學呢個國民教育話齋啦，死傷數字永遠都不長。我都唔知點解。咁點解我會講大陸咧？係因為當時呢單嘢咧，直頭係香港都有呢個名校黃隱咧有參與罷課嘅。真係㗎？係啊，多謝可愛嘅英軍妹妹。咁呢個就可能係我哋搜尋到資料入邊香港嘅第一次罷課。係咪好耐歷史咧？小文哥聽過未啊？未啊，O 晒嘴。我直頭要另外開一個網頁出嚟介紹下先得，係冇乜資料咯。其實，即係如果講香港罷課史係分散晒咁一單單零零碎碎咁樣。黃隱當時參加罷課，你估今次佢哋又會咩態度咧？名校啲校友都好堅㗎啊！唔好睇少啲校友嚇，啲校友都係有一次上次應該係咪小班定係？其實佢哋有冇參與社運嘅咧？黃隱嗰啲都有嘅，但係就我諗係低我諗冇想象中而家我哋唔係我哋而家呢一班裏邊嘅人咯，因為實際上你睇翻轉頭咧，就係喺呢20-30年咧，其實喺呢10零20年咧，咪20-30年啦，呢10零20年嚟講咧，就去到即係培養一個小朋友入到一啲
好嘅學校嘅時候咧，都已經係扭曲咗嗰個教育嗰制度，已經唔係譬如20-30年前嘅黃隱，20-30年前或者30-40年前嗰陣時火紅的年代嘅時候，大佬啲中學生就好堅噶嘛。咁回想翻100週年嘅香港大學都已經變咗質啦。係啦，跟住慢慢已經滲入。係啊，所以唔同噶啦，而家個情況應該唔同嚇。咁第二單係咩啊？第二單咧就呢個叫做中文運動，有冇聽過？聽過，不過唔係好熟。就係咧。由呢個6·7暴動、反英抗暴、仇視呢個港英政府情緒所引發出嚟嘅學生運動嘅一個伸延咯。6·7暴動你哋係實知啦，即係當時就話話說喺未回歸之前，香港呢個英國殖民地，所有同政府溝通嘅書信啦、向部門嘅投訴或者意見啦、所有法律文件呢都要用英文先有法律效力喎。低能噶，你冇嘢啊！竟然係要用，即係話晒呢度係香港嚟嘅，竟然係要用英文先有法律效力啊！促成呢個民族情緒嘅矛盾啦，覺得俾人歧視啦。咁於是呢，去到1968年，學界就發起咗一啲組織去爭取中文合法化，學生就一度罷課。就話向政府要提出咧，以中文作為呢個官方語文，好合理啫。因為我有睇過一啲文章講中文運動嘅，因為佢嗰陣時應該就係啱啱6·7暴動之後咧，即係香港人開始諗翻嗰個，由嗰陣時開始所謂要找尋自己嗰個身份，同埋中國人嘅身份啊等等嘅嘢嚇，咁啊變咗就即係唔妥呢個，即係唔係好妥呢個殖民地嘅政府嚇，咁所以導致到咧有一班人咧就提倡呢個即係進行呢個中文運動嘅改革啦咁樣嚇。咁我記得好似係咪唔知有冇記錯啊？司徒華都有份喎呢個。唔係。司徒又話有份嘅就係之後嗰2次。哦，OK。呢次就未有住應該。係啊。頭先講完啦，有2單啦，就係5洲慘案同埋中文運動啦。咁而家就有第3單叫做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咩嚟㗎？文憑教師薪酬運動你聽過未啊？70年代初呢個真係華叔啦。聽過。呢個就係華叔啱啱開始搞呢啲運動嘅時候啦。70年代初啦，政府呢就調低咗新入職嘅文憑教師起薪點，但係呢舊嘅教師係冇變喎。咁於是就造成呢個好唔公平嘅現象啦。佢哋就覺得係同工不同酬啊。咁有3間嘅教育學院學生會呢，就覺得係嘅減薪係有辱教師嘅尊嚴，咁就發動學生去靜坐罷課。我覺得聽翻呢，原來嗰時嗰啲罷課呢，啲學生唔係為自己嘅，好得意嘅，係為教師嘅。但係佢係教育學院嘅喎，教育學院佢將來都係教師喎，都係為自己嘅喎。你唔好忘記喎有。咁啊係。係嘛？佢係喎，因為佢教育學院啊嘛。咁其實係為咗佢將來你出嚟做嘢之後嗰個。教師係已經有，即係今次呢係發動咗2次啊，2輪嘅罷工啊。係啊，罷工同罷課啊！咁華叔呢，就喺73年發動咗2日嘅罷課，74年呢，就成立咗教協啦。OK，係啦，主要就係其實呢單嘢出嚟嘅。好，呢次就唔算係點講呢？算唔算係普遍即係全港去支持嘅運動呢？又嗱，起碼都仲有講漏咗一樣嘢嘅，其實某幾間學校嘅個資料度漏咗。其實除咗啲教師呢，仲有護士都係啊。都係呢一次一齊罷工㗎，因為佢哋都係減薪啊。哦，係啊，但係如果佢個名叫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就好似漏咗佢哋咁樣咯。係啦，其實係有份嘅。唔係咁啊，咁罷工咧就通常係即係你係講護士罷工啦，咁教師就講罷課嘅啫。OK。咁護士學生都有罷課嘅，我諗當時。係好似就算係一小撮，即係淨係嗰紮專業人士嘅事咁樣咯。呢單就。OK。但係當時都幾轟動啊！咁講埋第4單啦。第4單嘅香港罷課史啊，就係1977年金禧學潮呢單呢，就多啲人知啦。即係近日網上啲人喺度問：喂，香港試過罷課未啊？個個都話金禧咯，金禧咯，因為佢係最近嗰次啊嘛。但係都77年，我都未出世。當時呢，何文田嘅金禧中學啦，而家改咗名啦，咁就被揭發校長中飽私囊一個貪污行為，就攞咗教署嘅撥款之後呢，克扣工資，然後呢，就對學生又謀取暴利。咁華叔就帶咗3位教師去報 ICAC 啦。點知呢，又解決唔到喎，ICAC 就唔搞喎。
係啊，話咁快就調查完啦。咁教師呢，就被校董會威脅啊。咁於是呢，其中有個教師呢，寫咗啲匿名信去俾學生，講俾啲學生聽有啲咁嘅事話，我哋老師好慘啊，而家咁樣俾人威脅啊。咁於是啲學生呢，就發起簽名啦、靜坐同罷課。咁係咪真係一聽到好感動？嗱，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今次係中學生，呢個係好特別嘅，即係點解勾起呢一單咧？就今次學民思潮勾起呢一單咧，即係今起事件咧，就係今次係中學生啦，大家都係中學生，咁所以都係有個感動位啦嚇。因為佢哋真係唔係為自己啊嘛，呢啲學生係真係只不過係知道啊，原來我哋啲老師咁慘喎，俾人恰喎，唔得，我哋要罷課咁啊。係，仲有啦，咁跟住於是即係 ICAC 竟然話咧，呢個我哋查唔到啊，你去揾教署啦，咁講喎。咁教署咧係咁以 hea 咗一陣咧，就話停止調查，仲要咧停止調查，唔單止佢仲要話咧宣佈停辦金禧中學。我頂你個掣，你話係啦，唔好頂住。宣佈停辦金禧中學啊！咁於是大家更加激動啦，跟住開始咧，而家就唔係淨係啲學生啦，社會人士咧開始響應，跟住有集會，大型嘅，即係喺維園有大型嘅集會啦，仲有絕食啦。即係呢次咧，結果就已經變成咧係師生合作嘅行動，去迫使政府去處理呢單貪污事件。即係因為間學校入邊財政出現問題啊嘛。即係本來可以好簡單咁解決咗嘅，即係我唔知點解嗰個校長咁把炮啊！即係冇人查到佢，或者冇人罰到佢，或者冇人拉到佢啦。咁跟住係個校董會包庇佢。係啦，咁跟住仲要係威脅啲學生、老師啊，仲要封校，即係結束間學校等等嘅嘢。點解當時嘅 ICAC 咁鬼失敗？教署又可能嗰陣時，因為佢唔算係，因為我唔清楚啊，但係會唔會佢唔算係一個政府嘅機構或者係部門啦，又唔係私人機構，啱開又變咗釐定唔清嗰個。即係可以調查嘅範圍，所以導致到佢冇辦法可以接受。但係呢間係資助學校嚟㗎嘛，即係主要其實而家回想翻啦，成件事就係所有政府部門嘅處理失當咯。係啊，你間學校入邊自己衰，又搞成咁，咁結果係逼到政府最後話你又絕食又靜坐又罷課咁樣啦，就逼到政府係另外開設一間叫五育中學。咁咧就俾你啲老師同學生自由選擇，你中意就轉校或者留翻喺度都得。咁我哋呢件事就咁處理咗，結果呢嗰個校長就終於都要坐監啦，終於都坐監啦，搞得好辛苦啊。OK， 咁啊，最近嗰次罷課就已經係講緊其實有一次係醞釀緊嘅罷課係唔成，係最後係擱置咗嘅。係幾時嘅事？係89年。嗰個89年嗰個咧，話真係大陸係全國係多個地區省份都有罷課。唔係講香港，香港應該係6月。其實點解香港醞釀唔成功咧？係因為當時係將近暑假，有啲學校已經開始唔使即係唔使點返學。其實咧我就唔知道內情啦，因為我唔可以話俾大家聽我知道啊，但我知道嘅事實咧就係應該本來係計劃咗啊，係罷試罷課罷工嘅。就應該講緊6月7號嘅，我記得嘅1989年6月7號。如果我記錯，有啲網友可以指正下我。咁但係到已經係宣布咗呢個行動噶啦嚇。咁但係後尾最後喺即係呢個之前呢，就支聯會咧就最後宣布係唔再即係點啊停咗呢個行動嚇。據聞啊嚇，純粹係傳聞嘅啫嚇，純粹傳聞嘅啫。傳聞呢就係有人嚇阿司徒華，就話如果你真係搞呢樣嘢咧，就有機會解放軍會衝落嚟。哇！好驚啊！傳聞啦，大家唔好信啊！好恐怖啊！嗱，但係問題咧就係佢本來已經吹咗雞噶啦，本來吹咗雞就6月7號咧就會係有罷試罷課罷工咁嘅一日咁但係問題最後點解喺之前一日就宣布唔再做咧，停止咧？咁一定係有好多令人有好多想像空間嘅地方啦，我唔可以講任何嘅可能性啦即係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係喺香港歷史最近今日對於今日嚟講最近嘅一次醞釀中嘅罷課事件只係醞釀咁啊。
而家仲未知道嚟緊9月有冇機會啦。咁啊，教協今日又講咗啲嘢，又話就嚟知㗎啦，話今晚開會係啊，做又話唔做。咁其實係需要時間醞釀嘅。咁所以咧就各司，我覺得就各司其職啦。第一就係即係我自己嘅建議，就學民思潮已經行咗第一步啦，就係去各區繼續去宣傳佢嘅論述啦。點解佢哋要反對國民教育科啦？咁點解政府唔聽？如果作為家長或者普通市民啦，有啲咩行動咧？應該嗱，其實我就喺個 group 度都建議過一樣嘢嘅，你可以要求學校提早開呢個家教會。咁第二樣嘢，提早開家教會就希望可以有家長可以出席呢個家教會嘅所謂嘅擴大嘅會議啊等等嘅嘢，即係起碼做一個，起碼喺開學之前做一次家長嘅即係集會喺學校，即係同學校講清楚究竟學校你點樣處理國民教育科。家長反唔反對由家長自己去決定，可能有班家長覺得冇問題，可能有班家長係覺得有問題，咁起碼你要開一次 briefing， 開一次會議咧，就令到家長可以釐清究竟學校點樣處理呢一科。咁第二個嘅做嘅方法就家長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咧，如果你係反對嘅話，你要即係好似出聲，即係好似學民思潮咁，同你身邊嘅朋友有小朋友擔心嘅話咧，冇人叫你翻到學校即刻嘈啊，同校長你要上呢科，我要同你嘈，唔係你係可以用一個溫和嘅態度話俾聽，我唔係好想我仔上。人數量就係力量，即係喺社會行動裏邊咧，數量就係力量。你要令到更加人去支援你、支持你，我認同你咁樣做咧。首先你要說服到人哋先。所以如果即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或者一個家長咧，你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同你身邊有小朋友嘅家長嘅朋友講，點解你要反對？你嘅理據係啲乜嘢？令到佢明白點解呢班人要反對。如果佢係錫佢嘅小朋友嘅，佢一樣係唔會贊成嘅。咁醞釀咗呢個氣氛之後咧，你到9月嘅時候咧，聲勢就會大。然後咧，下一步咧就係而家 Facebook 啦。我諗你嘅小朋友通常都有上 Facebook 嘅，最快揾到佢哋嘅方法就喺 Facebook 度講。唔該，大家嗱聲商量，係咪一齊會嗰日罷課啊？即係。技術層面上嚟講咧，罷課需要好多時間醞釀啦，同埋要協調啦，即係教師啊、學校啊，有幾多家長贊成啦，咁所以最重要都係醞釀咗個社會氣氛先。咁而家教協啊、學民思潮同埋家長關注組都係傾緊，究竟點樣醞釀呢個社會氣氛？點樣睇下？嗱，其實咧好多嘢咧都係你可能個行動未進行之前咧，就有機會政府會跪低嘅，但係你一定唔可以停喺度等9月一路係咁吹谷呢個氣氛，令到其實呢個暑假應該仲會有行動嘅，我覺得仲會繼續有行動，一定要逼到政府係退讓為止嚇。如果唔係，你叫我熱辣辣上多次街，我哋都會上嘅。因為咧，你越唔聽咧，啲人就越反感噶嘛。所以其實而家繼續做落去咧，就一定去到9月咧就會有好。即係有好戲睇咯嚇，咁仲有另外一啲就有啲社運嘅人咧，或者政治人物都已經喺度鋪排緊啦，即係點樣喺呢個利用呢個選舉逼呢個建制派。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已經係脫離咗嗰個，其實脫離咗少少路線嘅。你當然你可以作為一個武器咧，逼建制派去表態啊等等嘅嘢，即係建制派有所謂直選嘅議員啊去表態。咁但係呢個同家長老實講，一般家長對佢可以咁講。你邊個議員，你邊個選到，或者你邊個議員嘅對於國民教育有咩意見，對我有咩影響咧？吳克儉咪講話呢個因為選舉嘅關係，所以先搞大個議題。冇用啊！你睇成個遊行本身係冇甚少絕少政黨政治團體係出嚟講佢自己，就去宣傳佢自己係咪？咁所以咧就呢個本身都係抹黑。咁其實我都諗緊一樣嘢，就係可能嚟緊即係。唔好話政府，對唔住啊！即係嚟緊將會有一啲抹黑嘅行動啦，對於關注組啊等等嘅嘢。OK， 咁罷課就差唔多啦，係咪？原本咧話要講即係從呢個奧運睇國情啊，或者講下口水多啲嘅，唔係或者講下啟東啊，呢個咧都冇時間啦。我哋回應下 chat room 先啦。喂 chat room 睇唔到啊我。唔該。邊個？爺Joey 加 Man 加小文哥係呢個打橫新鐵三角，好嘢，咁你多多支持。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可能做一日嘅咋。唔好啊，救命啊！係咁，佢就話新效果都好吸引，仲有話奧運如果攞金獎，佢係唔會感動。
本身我個人我感受我係比較感性少少嘅，我係好易感動嘅。我覺得呢啲係個人自由，冇所謂。係我自由，但係我係嗰剎那，其實我年少嗰陣時咧就相信而家都係。其實玩體操㗎，唔係本身嚟講，我就算係好易感動嘅，睇啲戲都無啦啦一句兩句對白咧，我都好 touch， 我就會自己無啦啦喊，眼濕濕咁，跟住以前細嗰陣時係俾老豆鬧嘅，咁啊，男人大丈夫做乜事咁樣？咁跟住而家我開始已經修煉咗，但係冇辦法㗎，呢啲係人性嚟㗎嘛。但係你夾硬逼我就唔得啦，唔係愛國。或者感情根本就係應該發自內心出自自己。你想我感動，唔該你做啲嘢俾我睇。係啦，而你逼我嘅話咧，我係唔會感動，甚至係會可能會激動咯，會嬲咯，會發爛渣咯。咁啊 ，Brain Battle 咧就話Muse 嗰首歌好似 Con 啊，唔好意思啊，上次冇播到 Con， 因為你話睇4個播，所以冇播到，突然間係啦。咁有人話金禧事件好出名，咁就傳聞話今晚話會罷課，就應該係90%真。仲有咩呢？國民教育不能讓步，否則好快23條就嚟。係唔會炒大鑊組合？屌，你講啲咩啊？而家唔知佢講咩？嗱，罷課，我覺得咧，最後我想補充咧，罷課咧，其實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唔係話教協話做就做嘅。係你可能教師本身唔係咁想，學校唔係咁想，家長唔係咁想，你都我係驚，即使教協咧今晚開完會咧，我係驚有個別學校唔肯。係，所以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你要營造成個社會氣氛係贊成，認為個政府都做得唔啱，我哋要用呢個行動去聲討政府先得。冇錯。我又想問嗱，如果今晚開完會真係話罷課，咁然後譬如我自己個子女嗰間學校係話講明上網講話，我哋唔會罷課，照翻啊。咁如果你本身自己個家長係覺得係需要罷課，係咪個別咁罷咧？仲要？我諗係一個即係睇家長個取態啦。譬如你可以係擺明車馬，即係硬着頭皮咁，你可以同學校講我係會做嘅咁樣嚇。咁又或者你可以軟性啲，請假啊，軟性啲。你記唔記得我哋國內嘅同胞點進行呢個茉莉花革命啊？點啊？散步啊嘛。冇遊行嘅，佢哋散步啊嘛，咁我哋咪唔係罷課，請假咯。咁你要請假，你都要唔係香港，唔係個個可以請到假，你要屋企有姐姐嗰啲先可以請假，冇姐姐。咁嗱，我曾經其實可以咁樣嘅，嗱，你可以有啲學校佢本身係贊成，即係同意去呢個行動嘅話，佢可以讓一啲校舍出嚟去收容一啲佢本身其他啲學校係唔願意有呢個行動嘅。我哋呼籲咁所以點解要即係全民一齊去行動先有機會可以做得成呢個咁大型嘅社會運動？咁所以即係嚟緊呢個月咧，就開始要醞釀啊！即係等於我俾啲顏色你睇，一定要咁樣做，即係慢慢再形成一個共識，先由學生喺街頭開始做起，跟住一定要雙管齊下咁樣去滲落去。如果唔係，驚你有牙咩？政府係咁講㗎。仲有一樣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咧，就係一啲嘅所謂建制派嘅，無論係即係土共啦，我哋叫佢啲土共又好，啲嘅議員都好啦，佢一定要用盡方法咧去話，即係去粉飾翻呢樣嘢出嚟，就令我哋唔好罷課啊！今日已經講咗啦，曾義智話。唔使罷課咁激係嘛？即係類似咁樣，即係開始係啊，類似咁樣佢咁，所以咧一定要大家如果有心去抗衡呢樣嘢咧，一定唔好放低你自己嘅腳步，一定要係盡量俾多啲人知道。如果唔係咧，就會即係不進則退㗎啦。OK。